近期唔少香港家長都對美國雙非呢個話題又驚又想，咁點解呢？因為有啲人以為去美國生仔等於自動拎美國身份，聽落好 easy， 但真相係事情比你想象中複雜好多。咩話？邊個係雙非？簡單講，就係父母雙方都唔係美國公民或者永久居民，小朋友喺美國出世先至可以攞到身份。聽落似係直徑，但最近呢條路已經唔再咁順。香港家長最關心去美國生仔，想拎 passport 入學移民方便，但最新消息話，政府同司法界對生仔旅遊監管收緊。如果父母簽證唔夠合法或者居留唔穩定，小朋友未必自動有美國公民身份。你諗下啦，幾百萬人嘅美國夢可能因為一個簽證問題而破滅。而家唔止係拎護照咁簡單，甚至影響到小朋友將來入學、醫療，甚至返香港返學。早前有港爸港媽帶住大肚老婆去美國生仔，原本諗住小朋友自動攞美國 passport， 點知入境嘅時候因為簽證問題被海關詢問多時，生完都未能夠即時登記身份。有律師提醒，如果父母入境方式唔符合規定，小朋友護照申請可能要拖幾個月，甚至被拒。社交媒體上亦都有港媽分享，本來想喺美國生仔，點知最後因為簽證被退返香港，心理壓力真係爆煲。呢啲都係身邊真實發生嘅事，唔係理論討論。好多家長為咗呢件事焦頭爛額。唔少人已經準備咗高昂嘅醫療同埋生活費，以往覺得去美國生仔係保險，而家可能要改計劃，尤其對啲有海外求學、打算移民或者考慮跨境教育嘅家庭，呢個政策變化就係一個大挑戰。如果諗住去美國生仔，要先查父母合法簽證或者居留身份。即使小朋友出生喺美國，如果條件唔齊，護照、社會保障號碼都可能冇得拎。唔一定非去美國，香港或者其他國家都有生育選項，最緊要安全同穩定。老實講 ，Channel V 唔係想 scare 人，但講真，呢條路真係要小心行。去美國生仔唔再係自動保證，計劃前要諗清楚。唔係淨係身份問題，仲涉及家庭、經濟、教育同心理層面。你又點睇呢？係咪覺得而家香港家長更加難做決定？歡迎留言講下你嘅意見。鍾意條片記得俾 like 同埋訂閱，支持 Channel V 出更多貼地嘅社會話題。Channel V 會員計劃正式啟動。Channel V 開台以嚟承蒙厚愛，多謝大家一路支持。經歷種種風雨，環境雖然充滿挑戰，不過同各位一齊行，相信我哋一定可以做到堅持報道，以民為先。好多朋友問點樣可以實質支持，今日我就話俾你知 ，Channel V 會員計劃正式啟動，4種不同計劃任君選擇，當然仲可以請我哋飲杯咖啡添。詳情可以登入呢個連結。一切事情得來不易，感激有你同途並肩。Channel V 有你哋，我哋先可以行得更遠。記得登入連結，多謝各界支持。